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国情今日招你来听小报歌，我专工去片出来、吹出来。来，头一拍咱来讲，顶港担鱼落渔港，南山唔卖要挖行，小姐伫厝金吊桶，出外无经好歹人。头前这两句咧讲啦，讲咱对顶港担一担鱼落去下港，下港的条件无共咯。你要甲我花一尾偌济？我南山的唔卖啊啦，我要用瓦行的，规个要雇人，啊，就亲像可比讲小姐，淡厝内骹尖手油，金吊桶金当当，结果出外条件煞愈来愈溜尾，好歹人都无见。我哪有人吼，本来是好日子过了，到落尾坎坷的，毋过倒边讲。我哪有人是艰苦人的寸进的？另外一拍四句连小报歌，讲忘情，离忘情咱知，忘情本是去食底，中了状元煞又加。小娘歹囝若毋做，愿心做牛惊无犁。离忘情本来日子过了真艰苦，冤家求乞，结果人即马中状元，翻身啊无共款啊，讲会又加啦。所以所爱的人，咱知影小报歌吼。拢咧讲恋爱啦，小娘啊，你歹囝若毋做，你规心要甲我行久长，愿心做牛，惊无犁。即个惊是倒边门的，免惊无犁通拖啦。国情去倒位变的？南音这本杂志，日本时代的杂志，郭秋生先生创办，人伊主张讲台湾话用汉字，一句一字写会出来，所以杂志内底一期一期。人有特别创办一个台湾话文双翅栏，就是咧试写台语，采集这个民歌、小报歌，过来第三拍咱继续甲听，讲交着新的烈火火，款待旧的喙唇皮，等待新的若烈过，过来牙骹嫌你衰。国情啊，这个四句人真土呢，无毋对。啊，四句人国情头拄我就讲啊，拢咧讲恋爱，讲互意爱的人听，看讲你即马对我冷淡。款待我这个旧爱人用喙唇皮，因为拢对新的烈火火。我甲你讲啦，人讲吼，人有缘的对你冷淡啦。人若已经看你噗噗，看你呜呜的时阵，过来牙骹人伊就嫌你衰，真土啦。毋过这就是民间讲小报歌艺术的所在。